元旦三不空，蛇年唔受窮。點解？因為係明年蛇年啊嘛，你要記住喎，有三樣嘢屋企係唔能夠空嘅喎，咁樣咧，你蛇年咧就會順順利利嘅喎。邊三樣嘢啊？你聽我講啦，黎黨。首先家唔能夠空，因為2025年係蛇年，古語有講元旦三不空，蛇年唔憂窮啊。往年咧你可以唔在意，但係今次嘅蛇年咧非同一般啊，黎黨。OK。 2025年咧係乙己年嘅喎，月喺五行係屬木，佢對應咧係蛇年，己年咧係60年，只係出一次啫，真係可以話百年難得一遇。最特殊係金蛇年，喺我哋嘅傳統文化中，蛇年係咪叫小龍年啊？係啊，蛇同龍都同形噶嘛。相傳咧，我哋中國龍嘅形象最早係從蛇演變過嚟嘅，包括喺外觀都有好多相同之處，象徵嘅寓意係有智慧、神秘、是騰飛。咁喺2025年係叫做係雙春年，係咪啊？冇錯，雙春年。意思上係呢一年係有兩個立春，咁就意味着係有雙倍嘅福氣同埋生機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寓意明年各行各業都會有更大嘅發展，更好嘅機遇。所以各位，明年一定要努力咯，努力，錯過咗呢就要等下一個甲子年啦喎，千祈唔好錯過，依家提醒你啊！如果你錯過咗之後呢，就要等到係2085年，冇得錯過嘅，提醒咗啦啊！所以古人係留低經驗俾我哋，千萬要記得三不空，聽話照做，係絕對唔會出問題嘅。評論區打出蛇年吉祥呢4個字，因為語言嘅能量係好強大嘅。咁呢個三不空，首先係家不空，元旦節係公曆1月1號，即係新年嘅初始之日。舊時嘅人講呢，係元旦大過年嘅，人間就少團圓。元旦同埋除夕一樣講究係合家團圓，所以響元旦當晚，無論你點樣忙都好，屋企一定要留人，因為家係人嘅根，家唔空，人就有歸宿，家有人，自然就有精神啊嘛，係咪？只要一家人團結，就係唔會有黑道嘅困難，係咪？第二唔空係錢袋唔能夠空，元旦呢個節日啱好係開年嘅第一日，呢個時候必須要行去準備一個錢袋，裝到個脹卜卜。咁冇錢啊，點搞啊？你真定假啊？兄弟，你個錢袋裝唔滿？如果唔能夠講冇錢喎，如果你一講冇錢呢，來年係冇一個好嘅開端咯，一定要有錢咯。第三樣嘢，你屋企隻鑊唔能夠空嘅喎。舊時呢有種講法嚟咁樣啊，屋企窮到係揭唔開嗰隻鑊嘅喎，所以喺我哋元旦嗰時候，屋企嗰隻鑊嗰度啊，一定要放多啲嘢落去啊，咁樣呢就叫做壓鑊，寓意係家有餘糧，豐衣足食。元旦三不空，你哋學識未啊？學識啦！我哋兄弟，學識未？OK，精神，老本精神，年吉祥，大家精神。